就對於善用紅磡站周邊同埋海濱一帶用地呢，我正如剛才發言嘅委員呢，就都係極表支持嘅。咁但係呢，就的確目前呢，就有好多地方呢都係概念性啫，未去到一個即係足以令我哋覺得係安心嘅具體嘅規劃。咁因此呢，裏邊呢係即係帶有進一步深化嘅需要嘅。咁其實今日呢，呢個議程係正好讓係政府同事喺度聽到我哋議員嘅意見。咁喺落嚟嘅工作上呢，係希望呢能夠做得更好。我個人認為呢，就政府而家嘅取態呢，我覺得都想盡量係利用好呢個市場力量嘅。咁啊，因此相關嘅土地，無論喺個地積比較高限方面，點樣用好佢、用盡佢呢，呢個都係必要嘅。咁所以呢，對於你話會唔會又太高又遮咗個景觀啊等等，我諗呢個點都要作一個平衡嘅。因為如果你話冇一個商業嘅價值嘅話呢，就點去行出呢一步呢？所以呢，我就覺得呢，就即係呢個都係需要啦，係利用到咧呢啲高限同埋地積比嘅。咁另一方面呢，就係對於咧遊艇嘅停泊、帆船嘅停泊呢，我聽到即係委員都係支持。咁但係委員呢，亦都有好好嘅意見呢，就係話你一定要考慮咧呢個產業咧如何配套，因為你講緊嘅呢唔係單係提供泊位，而係希望呢係不單止帶來呢個遊客。咁啊，亦都咧真係為相關嘅產業咧係提供就係適當嘅活動嘅空間，佢需要咧配套嘅空間，咁呢個係應該嘅。咁啊，仲有一點，呢點咧唔係單係喺呢一個發展區要考慮，其他發展區都要考慮嘅係乜嘢咧？就係真係泊車嘅問題。咁都好多同事咧都會覺得盧偉國上個星期五喺交通事務委員會大發雷霆咧，覺得有啲惡咗言。咁啊，但係呢個事實啊嘛，唔單止係私家車泊位不足啊，而家啲泊位咧係1比1.14，但係商業車嗰個泊位嘅缺乏係更加嚴峻啊！3架商業車只有2個泊車位，係長久以來冇改善嘅狀況。咁你作為職業司機幾可憐呢？冇一個正式泊車嘅地方，夜晚圍泊，朝早起身呢，睇下究竟係1張牛肉乾定2張牛肉乾啦咁樣，分分鐘嘅嗰日就白做嘅。咁而且唔單止係收工之後泊車啊，喺佢工作期間有陣時真係需要泊車嘅。譬如話喺尖沙咀紅磡都常見啦，旅遊車、旅遊巴你擺低咗啲遊客喺度食飯購物，咁逼住咧就喺路邊圍泊。有陣時尖沙咀你見到咧，一行圍泊、2行圍泊係焗住嘅。即係你諗下，作為一個即係職業司機，佢嘅生涯裏邊每天都係為呢樣嘢去投資去擔心如果帶來經濟損失，呢個係咪製造民怨呢？所以今次紅磡呢一度呢，剛才秘書長呢又講咗，都係做好嗰個交通交匯處嘅配套，包括泊車嘅地方，咁會有啲調整，有個更加理想嘅停泊嘅地方。我希望呢就特別諗下呢商業車，譬如話舉例就係旅遊巴喺呢一帶，佢工作上所需，究竟有咩地方呢真係可以停得到？咁啊，呢個呢就係呢個好嚴重嘅規劃上問題，不能迴避嘅。因為呢土地開發唔係單係為咗起住宅、起寫字樓、起商場，亦都真係呢要為經濟民生各方面去提供應有嘅土地去相配套，呢個必要嘅。咁呢個提出嘅即係意見啫。咁啊，秘書長又可以有啲回應，亦都可以唔需要回應都得。好多謝主席，我盡快啊！你講得好啱嘅，一開始就係其實我哋今次咧都係一個
初步嘅土地用途建議係比較概念性嘅，咁有更加多嘅功夫咧，要喺下一個階段我哋做詳細研究、做即係技術評估嗰陣時咧，去扭實一啲嘢嘅嚇。咁希望即係我哋做埋下一個階段咧，係可以更加即係答到頭先即係議員嘅問題啦。咁但係即係都好多謝今日議員咧，俾咗一啲即係好嘅點子俾我哋啦，而且都大致上係同意我哋嘅大嘅方向啦。好多謝主席同意我哋應該要有個高樓嚇。其實我諗做呢個發展咧，即係要真係好似頭先你咁樣講，要平衡唔同嘅因素。即係景觀，我哋當然係重視啦，但係即係個項目係咪推薦得到咧？咁都要睇嗰個即係發展嘅參數啦，係咪即係商業上邊係咪有佢嘅吸引力啦？咁樣個元素係咪有多元化啦？所以都要考慮即係方方面面。你提到咧就係嗰個遊艇嘅停泊設施唔好淨係睇個泊位嘅供應，都要睇成個即係產業鏈要有啲咩配套。正如好似頭先阿葉太都提我哋，咁我哋呢個都會翻去同其他嘅政策局咧去做好個討論啦。泊車嘅問題確實係重要嘅，咁我哋都會利用呢個機會啦，睇下唔單止係講緊私家車啦，好似主席咁樣提議一啲即係揾食車、商業車，尤其是係一啲旅遊巴，可唔可以再即係增加個泊位咧？咁呢個我哋都會喺下一個階段咧再詳細研究嘅。多謝主席。